之前我話宏觀嚟講，其實政府嘥唔到錢。嗰陣我係諗緊政府使咗嘅錢係唔會消失咗嘅，而係留喺個經濟體系入面流動。例如政府揼錢去宣傳啲 propaganda， 啲錢去咗廣告業，廣告業又使啲錢去做個廣告、投資器材等等。啲員工就使啲錢去衣食住行等等日常開銷同其他嘅投資，啲錢就不斷流動，唔會消失咗。問題只係在於啲錢流唔流到去有需要嘅人手中。假設醫療界要錢起醫院，但啲錢可唔可以由廣告業流到醫療界呢？呢個流動夠唔夠快呢？就算醫療界最終能夠儲到一筆錢，但如果唔夠快嘅話，就講唔上通脹，結果都係起唔到醫院。所以我話啲人可以鬧政府使嘅錢，唔可以有效地流到最有需要嘅人手中。跟住我查下字典，發覺呢個正正就係嘥嘅意思。用得不當，用咗冇效果，用咗好似冇用咁樣，所以我之前講錯，其實政府係可以嘥到錢嘅。如果政府使嘅錢同資源做唔到有用嘅事，佢就係嘥緊錢。使錢都有好多唔同嘅作為，最近又睇多咗啲 UBI 嘅資料。如果個 UBI 係由 progressive taxation， 又或者一啲公家產業、投資回報等等嚟支撐，而唔係單純印錢嘅話，其實就好似資源洗牌、劫富濟貧咁樣。呢種洗法能夠非常快速咁將錢交到所有 household sector 嘅人手上，但唔能夠起任何設施，或者實施任何大規模政策去增加生產、創造就業，或者成就其他嘅 values。不過另一方面 ，UBI 可以話係直接投資落人民身上，啲人收到個錢就有閒錢可以追求佢哋自己認為有意義嘅事。有啲人會創業，增加就業機會、創新、增加 productivity。有啲就會讀書培訓，增值自己，提升競爭力，又係可以增加 productivity。不過其他人就未必會咁做，結果 UBI 就好似係塞夠錢去啲人度，相信佢哋自己係識得有效咁運用嗰筆錢去為自己或者為社會做事。呢個係一個非常民主嘅概念，我都唔知咁樣係好定唔好。最終都係睇啲人覺得社會係有咩用，社會嘅存在意義。更大嘅問題係人生嘅意義。假設社會係為人而設，但人生意義唔係既定嘅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需要同追求。咁社會應該點做呢？而家個社會就用議會嚟傾呢個點樣使錢最好 ，focus on 乜嘢 objectives 最好嘅問題。而 UBI 就好似一種無為而治、還富於民咁樣。呢種思維係當你個 Sim City 咩都起到最頂級，基建體制研究等等咩都唔再需要去改善。再冇咩有效率得過普羅大眾自己分散咁使錢嘅時候， UBI 嘅無為而治 self-run self-sustain 固然會係選擇。所以之前 Andrew Yang 講 UBI 嘅時候都提過係 AI automation 時代嘅考慮。又或者當個 market 唔再需要人去返工，大部分人冇收入，要靠政府援助生活嘅時候，UBI 都可以係一個慳行政成本嘅措施。不過要好似上述所講，所謂投資落人民身上，
其實有其他更直接嘅做法，例如啲創業、創新、培訓、教育等等嘅津貼，但都有人 argue 人民追求嘅唔一定可以公式化。例如啲人有咗 UBI 就可以唔使諗大眾口味同任何指標咁自由創作，有啲人有咗 UBI 亦可以諗同做一啲議會或者社會一般冇諗過但有意義嘅事，又或者最簡單嘅有咗 UBI 多啲時間同精力照顧屋企、處理人際關係等等，呢啲都係比較難訂立指標同去實施津貼制度嘅，難做不如唔做，唔申請唔審查，直接派錢慳水慳力。結果最終都係睇個政府 value 啲乜嘢，係有明確指標咁執行既定目標，定係俾啲零用錢人任由佢哋點使都得。當然兩者唔係 mutually exclusive 嘅，但有限資源之下做得一樣就未必做到另一樣，尤其 UBI 唔係平嘢嚟嘅。而家現實中最大問題似乎主要都係唔夠錢，即係唔夠生產力，都係一個夠唔夠資源俾你通街派嘅問題。你要生產力就要建設一個更加有效率嘅 system。假設個社會而家係要錢起基建嘅，但政府走咗去派錢，咁就係嘥錢。假設個社會而家冇特別需要改善同解決嘅問題，個政府直接派錢就唔算係嘥啦。而假設你個人唔認同個政府決定個社會需要起基建，你就會寧願個政府派錢。最後提一提一個 negative income tax 嘅 concept， 同 UBI 類似，都係確保一個 floor， 喺啲人唔做任何嘢嘅情況之下都可以生存到嘅最低資源分配。